總價200萬，成排過去都係200萬，呢一排過到嚟全部都係200萬啊！門口咧仲有咁大個花園俾到你啊！嗱，200零萬個總價咧，係咪分分鐘仲平過自己鄉下起樓咧？你哋嗰度買地皮要幾錢啊？我估有啲地方都貴過呢條數啦。入到嚟咧，成個一層咧係有100個方咁大嘅，咁樣係有埋 lift 嘅，270度嘅景觀面啦，同埋呢度過到去山姆會店同埋中山北站咧，講緊都係2支歌仔嘅時間，而且門口小區嘅門口仲有香港嘅直通巴站點，樓下咧就係一間房一個廁所，咁呢度咧係 lift 嚟嘅，搭 lift 上到嚟咧係有3間房嘅，呢度咧係有一間套房嘅。咁就好實用下㗎，而且呢度返香港咧都非常之方便，有埋直通巴士接駁返香港喎。哇！呢度主人房真係實用啊，成個浴缸、企缸，講嘢真係有回音㗎。嗱，門口咧仲有呢啲生鮮街市啊、衣食配套啊，全部齊全嘅，返香港又方便嘅。總價咧先至200零萬，可以揀裝修或者毛坯嘅，抵唔抵玩咧？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評論區666約我睇樓。